有一個退休嘅科學家，佢嘅名叫史達林啦，已經係63歲。喺佢退休之後咧，佢依然維持住非常之積極嘅生活，不斷咁上堂啦，不斷做運動啦，不斷學習。喺生活入邊咧，都係呈現住一個咧非常之積極啦同埋正面嘅態度噶。咁但係咧，當研究人員咧去接觸佢、訪問佢嘅時間咧，就發現原來佢已經咧孤獨生活咗好長嘅時間。佢名義上咧仲係同佢嘅太太保持住婚姻嘅關係啦，咁但係大家已經係冇感情噶啦，一早已經分開咗住啦。佢唔離婚嘅原因咧，都係為子女考慮啫。史達林嘅子女咧，亦都係已經成年啦，各自都開枝散葉啦，大家都有一定嘅成就啊。而史達林咧，亦都好以佢哋為榮噶。不過咧，佢都講喎，佢話我唔想打攪我嘅子女，因為咧佢哋有佢嘅生活，所以咧唔打攪佢係最好嘅方式。因為佢話到咧，唔想成為呢個孩子嘅負擔啊。當問到咧佢有冇朋友嘅時間啦，佢就話佢好多以前嘅朋友都走晒啦，有啲係死咗，有啲係離開咗咁樣。咁佢就話咧，我都唔太想同人咧有一個太深嘅關係，因為好驚咧離別嘅時候我會好難過。咁但係研究人員發現咧，其實呢個史達林咧係好大鑊㗎，因為咧佢連自己內心深處嘅渴望咧，其實佢自己都唔知，而且佢亦都從未同任何人咧去真係表達自己嘅內心感受。當研究人員問到佢咧平時點樣打發時間嘅時候咧，佢就話佢會同咧附近嘅屋一個老太太咧一齊睇電視咁樣啦。個老太太已經80幾歲㗎啦，咁同佢睇完電視嘅時候咧，就會安頓個老太太上床瞓覺，然後自己行翻屋企。佢同研究人員講啊，呢一位嘅老太太咧係佢唯一嘅朋友嚟㗎，佢都有擔心過，萬一呢個唯一嘅朋友都離開咗世界，佢自己要點算？我哋從呢個故事睇到啦，其實史達林咧內心係好寂寞啦，不過佢係刻意迴避緊呢個問題嘅。佢以為自己呢一種嘅生活方式係健康嘅，佢以為佢唔去打攪嘅子女咧係對佢自己好，亦都對子女好嘅。但係佢唔了解到咧，其實佢已經處喺危險之中。而呢位長者史達林嘅生活方式咧，其實都係好多長者嘅寫照咯。我哋好多老人家都係咁生活嘅。咁作者話咧，根據咧醫學研究啦，寂寞對於健康嘅不良影響咧，甚至係肥胖嘅2倍咯。而長期寂寞嘅人咧，每年嘅平均嘅死亡率咧係比正常人高出26%嘅。咁即係話寂寞根本就係一種病嚟嘅。有一份研究報告咧，係針對55000個國際嘅受試者啦，然後睇下佢嘅生活咧係咪處於一個寂寞嘅狀況啦，然後發現咧不分年齡啊，最少有1/3嘅人咧係處於一個長期寂寞當中。而呢個群體入邊咧，令人驚訝嘅係咧，16至到24歲嘅青年人咧，竟然佔咗多數咯。現代人嘅生活方式啦，例如我哋經常去玩社群媒體啊、玩手機咧，其實加深咗我哋感覺到寂寞嘅嚴重性㗎。嗰啲社群媒體入邊嘅 CD-ROM 啦，即係話佢淨係讀嘅啫，佢唔會參與嗰啲咧，其實個寂寞程度咧係更加嚴重。嗱，呢個已經係非常危險啦，可以危及生命咧嘅流行病嚟㗎。單單喺2020年啦，淨係美國呢個國家咧，可以歸因於社交孤立嘅死亡人數咧就高達16萬人咁多。